大家好，这是迪雷。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自己的内心能够更加快乐，更加健康，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很多时候呢，自己呢就感到枯燥，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来自外界的压力，所以呢，我们呢内心呢没有办法平静下来，这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所遇到的共同的一个问题。那现在我所在的这个环境就是非常怎么说呢，没有什么外在的任何的这个，就像名副其实的阿伦若嘛，就是阿伦若。所以我们人自然就能够这个回到这个大自然里面的时候，就感觉上觉得非常放松，非常舒服的。为什么呢？因为经常我们在城市里面，在工作的时候，在外面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杂音干扰，所以我们的内心就是一直有一个，就是有一种一波一波的这种妄念、烦恼，一直这个干扰着我们的内心。但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本质是什么呢？就像一个干净的水一样的，它如果是我们不是去动它，或者没有去里面乱放什么东西的时候，它的本质是透明的、干净的。所以在表面上我们看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水上的这个这个污染，它不是水的本质。但是当然呢，这个水要清澈干净，要有一个环境。一样的，我们的人呢也要有一个环境。所以我们能够回到大自然的这个怀里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放松，特别安心，特别自在。所以大自然呢，对人类，对所有这个众生，也可以说是所有的这些人动物都是一样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光是你在大自然里面是不是能够很和谐很和平，其实是不一定的。我看过有些这个佛书里面说，如果你没有内心真正的一个这个佛法、慈悲心、智慧，只是你待在这个大森林里面，能不能你得到该有的这个真正的内心的快乐呢？其实是不一定。而且能不能你是没有贪嗔痴，也不一定。比如说在狮子大象尤其是老虎这些都一生都待在这个大森林里，但是确实他们是非常凶猛的，他们是这个比较残忍的，会方式对待其他动物的，互相残杀的。所以呢，其实大自然也当然不是完能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真正的阿伦若，一个是内心的阿伦若，一个是外在的阿伦若。但是一个初学者刚刚接触这个禅定寻找这个内心的快乐的人来讲的话呢，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就是外在的阿伦若。阿伦若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种环境没有外在的其他的这个干扰的一个环境，叫做阿伦若。那内在是什么呢？你自己要有一个智慧
而且我们做禅定的话呢，因为禅定要成功，禅修要成功的话呢，要靠你自己的自身的一些条件。这个条件里面，一个是你的姿态的调整，第二个是你的呼吸的要求一个方式，呼吸法我们经常说的。第三个是什么呢？当然是你的内心怎么去观想，怎么去专注怎么去安住于什么样的一个对境，然后这个上面呢，就是也要有智慧的。如果我们能够拥有具备了这两个条件的话呢，我们自然而然可能你的禅定是很自然而然就能够圆满的。所以从前巴珠仁波切曾经讲过一个，他跟他的一个，因为巴珠仁波切有一次在山洞里一个人修行的时候，发现他的胳臂有另外一个穴洞，这个里面就是也有带有另外一个喇嘛在修行。然后巴珠仁波切跟他的这个室友，就是他的邻居嘛，就是一起的这个修行，跟他说：“哎，你现在有没有不是经常，有时候你觉得是不是你自己有他心痛是不是开始有身痛类似这样的？”那个喇嘛很老实的跟他说：“我还没有这些一些这个身痛等等。”巴珠仁波切说：“待在阿伦若，就是这种环境里，我们内心呢，就是自然就能够安住于这个原始的这个状态，就逐渐的，就是很多外来的这些贪嗔痴的这个环境已经不在于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了。所以呢，他说有时候内心会产生很多这个禅定就是带来的这些功德比如说你知道自己的前世，知道自己的未来，知道他人在想什么。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现在呢，其实是内心其实是它有这些功能是本身具有的，但是我们呢，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妄念已经这个蒙蔽了所以呢，就是这些现在是我们没办法知道的。但是有一天真的能够禅修的话，也许有可能是我们也能够拥有这样的功德。但是做禅修来讲的话呢，这些呢并不是终极目标尤其是佛法的禅定，终极目标是什么呢？你自己慢慢的越修越快乐，越自在，越具有智慧，越具有这个慈悲心，越就是内心越就是那种宽大，然后就是在生活当中，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都是你能够非常这个自在的。这个就是也是一个禅定的，所以这样你这个内心没有任何的这个烦恼和压力和担忧的时候呢，那你的身体也会产生很大的改变，所以就是要减少你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毛病、疼痛疾病的各种的障碍。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就是如果是学佛的人，那你要修什么样的本尊，观想什么样的一个贪嗔，那也非常非常的容易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他的这个内心，他自己本身的这个，他自己可以自己非常自由的发挥他的自己的这个功能这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我们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习气已经束缚了，所以呢内心没有办法自己发挥他自己的这个功能，所以到时候这个远离了外在的各种干扰，内心就变成一个非常自在，能够发挥自己的本然的具有的这个功能那个时候就修什么都是非常快速的达到最好的一个效果。阿弥陀佛，这是对。